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Carrot 張明雅。今日我哋嚟到呢一處堪稱香港住宅中嘅珍品。一陣間我會帶大家睇下呢一個4315尺嘅罕有大平層。Let's go！哇！一入到屋裏面咧，就見到呢一幅特色牆啦，簡直係充滿咗視覺嘅驚喜啊！而且香港呢個寸金尺土嘅城市咧，可以擁有一個咁寬敞嘅居住環境，簡直係奢華嘅享受啊！喺我身邊呢一位咧就係 MP 室內設計公司嘅創辦人 Edward。Hello，Edward。Hello Karen， 你好。我一入到嚟呢一個單位咧，已經俾呢一個位置吸引住啦。呢個靈感其實係點樣得嚟嘅咧？呢一個位置咧，打開大門咧，我哋就會好清楚咁睇到啦。我哋特意咧就用咗一個花線圖案啦，就比較大型嘅，配襯一張咧比較輕盈啦同埋優雅嘅餐邊台。咁個目的咧，其實我哋想營造一種屋主咧係一種迎賓嘅感覺咯。而水吧呢個轉角位置咧，我哋刻意係用一啲弧形嘅修飾設計咧，去令到同大廳啦、後廳嘅櫃身線條咧比較自然咁樣銜接。咁呢個位置咧，其實係想屋主咧喺電視區睇電視嘅時候咧，就方便佢可以攞啲嘢飲啦，就唔需要好頻繁咁樣咧去到廚房咁遠咧去攞嘢飲嘅。Edward 啊，當你要設計呢一類型嘅大平層咧，當中有啲咩秘訣㗎？呢一類嘅大平層喺香港咧就真係可謂鳳毛麟角嘅。咁屋主咧就希望喺佢嘅設計空間裏邊啦，又想低調得嚟唔失氣派。咁過分張揚嘅設計咧，其實對佢嚟講唔係咁適合，亦都唔符合佢哋嘅生活態度。所以咧就提議啦，用呢個輕法式嘅定調啦，保留原有深色嘅綠紙地板啦，同埋一啲硬件嘅結構啦，稍作優化嘅啫。咁全屋咧，我哋加上一啲細膩嘅法式線條啦，配襯一啲圖案嘅。連貫全屋嘅櫃體硬件啦，咁配合一啲燈光啦，咁可以營造一啲柔和嘅光影層次。咁我哋櫃體咧亦都選用一啲奶茶色啦，同牆身互相呼應，令到整體嘅色調咧係比較統一。一入門口咧，我哋就可以感受得到嗰份好舒適啦、好高雅嘅生活氣質。Edward 啊，呢度又做咗啲咩特別嘅處理咧？原本嘅天花咧係帶有稜角嘅，咁我哋就喺燈槽邊咧做咗弧形面嘅修飾啦，令到佢有一啲弧形嘅線條。喺頂層嘅吊頂咧，我哋用咗鵝絨質感嘅藝術漆啦，配合一種叫做無主燈嘅設計，令到咁大面積嘅空間咧，光影有一種層次感，避免咗有一種好空洞嘅感覺。呢一座大理石嘅火爐咧，佢嘅紋理好似天然水墨一樣啊！佢唔單止係一個裝飾，更加為客廳嘅空間注入咗一啲溫暖。嚟到呢一個位置咧，見到有一張好有特色嘅雲石台啊，係唔係為屋主度身訂做嘅咧？係啊，冇錯。屋主咧好熱情好客啦，咁經常都會招呼一啲朋友咧上嚟聚會嘅。咁我哋就喺後廳咧設計咗一個區域，就放置咗一張茶台啦，同埋一個壁爐。咁等佢喺聚會嘅時候咧，就增加一啲氣氛啦，同埋一啲溫度咯。我哋喺後廳設計上咧，其實有兩個重點。第一就係一個環石造型嘅壁爐啦，咁喺壁爐後邊咧就配襯到一個弧形嘅牆身啦，配襯呢個花線。咁左右兩邊就有一個深色拱形嘅展示櫃，最外邊咧其實係一個儲物櫃，外邊咧係帶有呢個壁燈嘅。咁喺遠距離望上去嘅時候咧，就有一幅好典型嘅對稱經典法式畫面啦。而第二咧就係左手邊呢一組咧，用動物圖案做主題嘅展示櫃，咁為一個地方咧注入一啲生氣咧，同埋一個故事感。咁好多時我哋喺呢個輕法式啦，或者燈光式設計上邊咧，都會用一啲皮具啦，或者一啲毛毛啦，去做一啲襯托嘅。咁今次咧，我哋就用動物主題圖案嘅牆紙啦，咁去做呢一種感覺出嚟。另外咧，喺呢個展示櫃嘅兩邊咧，都做咗相當收納量嘅儲物櫃嘅。我哋嚟到咧連接大廳嘅另一個電視區。其實要設計一幅咁大嘅電視牆咧，都真係唔簡單啊！係啊，我哋用咗白色弧形雪花紋嘅雲石咧，就做咗電視背牆啦，連接左右兩邊高身嘅儲物櫃。當我哋坐喺梳化睇電視嘅時候咧，可以淡化到遠距離觀賞嗰種單調咯。Edward 啊，飯廳呢一張雲石台咧，真係好大好靚啊！係啊，呢張雲石台咧，我哋都花咗唔少時間去搜羅嘅。咁佢足足咧係有2.2米闊，咁好輕鬆咧可以坐到10個人啦。咁我哋喺顏色啦、石種啦同埋尺寸咧，都係用咗好多時間去配合嘅。
甚至乎咧要佢放喺我哋而家面前咧，都有一定嘅難度嘅。而旁邊咧係有一個餐邊櫃嘅，方便屋主咧擺啲酒咧同埋一啲酒杯咧招呼客人嘅。正因為空間咧面積寬闊，咁我哋透過天花嘅層次啦、高身嘅櫃體、燈光去強化呢個立體感。現場設計嘅軟件同硬件咧尺寸都比較大，喺施工嘅過程咧都要相當之精準咧去量度嘅。咁整個工程歷時咧係差唔多超過4個月嘅。最終屋主咧都好滿意，我哋可以為佢建造到一個咧好舒適嘅空間。整體嘅設計唔單止高貴又優雅啦，俾我感覺咧係非常之舒服噶，完全睇得出設計師嘅心思啊！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呢個輕法式嘅室內設計啦。如果你都想擁有自己嘅法式生活空間，記住要 follow 我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下一集將會帶大家進入私人領域，去探索更加多設計嘅巧思。下集見，拜拜。